那第二位是我们的这个新秀，是我们在大园观音新屋杨梅选区我们提名的原市政府的市长室参议，那么也是年轻一代的这个佼佼者，我们客家的杰出子弟黄世杰。那么黄世杰在这个3个行政区领先，那么在杨梅选区微幅落后，但是总加起来领先的差距也相当大。那顺利的代表民主进步党，那么得到了沿海杨梅选区的席次，我们给黄世杰掌声肯定，加油下！那也希望他未来能够深耕地方，协助我们桃园的重大建设，包括桃园航空城，包括我们的轨道建设、亚洲矽谷计划等等。接下来我们请黄世杰来为大家来这个支持。感谢我们第1名的市长，我们郑文灿市长，以及我们所有的候选人，我们所有竞选团队，以及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好。我想，身为一个新人，这一次的选举，让我实际接触到我们选区里面最质朴的每一位选民，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用心的聆听。我也非常的感恩每一位乡亲愿意信任市杰。信任市长，在这几年来的建设，让我有机会来投入，跟随我们所有的民主前辈，一起来为台湾的未来跟我们桃园的建设来打拼。我希望能够不负我们选区所托，因为在这场选举中，我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沿海跟杨梅的选区的选民，都希望求变，希望有一个新的未来，希望能够跟着桃园的进步一起来成长。所以未来，我除了会在国会里面尽力的贡献我的专业，来让我们国家的法令的制定更符合我们人民的需求之外，我也希望未来能够配合地方上建设的需求，像刚才毕某人讲的，可以不分党派，全力来建设我们桃园。